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6號。這一期咱們聊個跟賭博相關的新聞，當然了，它正好跟胡適相呼應，所以這個節目咱們聊一個賭博相關的。那什麼東西？這個是21世紀經濟報道、第一財經，還有什麼中國證券報都進行了報道。今天和昨天鋪天蓋地，是涉及到一個明星相關的一個賭博的新聞。這個明星已經沉寂很久了。21世紀經濟報報道說，6天賭光2.8億，一紙判決書曝光趙薇前夫黃有龍賭桌往事，這個賭場風雲，這是續集。我們一起來看一看，這都是媒體報道的，這個咱們不帶任何杜撰或者是道听途說，咱們只是念一念這個媒體是怎麼報道的。21世紀經濟報報道，他說，近日香港高等法院官網披露一份近400頁的判決書，將趙薇前夫黃有龍拖延多年、涉及數億港元中介服務費及利息的跨境賭債糾紛再度拉回公眾視野。根據這個判決書顯示，黃有龍作為本案的被告，因2015年在澳大利亞珀斯皇冠賭場累計輸掉6000萬澳元，按照當時的匯率兌換，大概價值2.83億人民幣。我看這個報道，6天輸掉了2.83億，其實不多，一天不到5000萬，還是比較克制的。被本案原告及該賭場前營銷高管蔡一鳳起訴追索年化24%的逾期利息。記住了，他不是追這個賭資，他是追這個賭資的利息，年化24%。因為賭資籌碼是他拆借來的。作為營銷高管，蔡一鳳恐怕是在拆借過程中還要賺這個利息，所以說他就告黃有龍，你得付利息，所以不是告本金，是告利息。經審理，本案法官駁回原告全部訴訟請求，認定涉案博彩信貸合同關係發生於泰安城博彩推廣有限公司與黃有龍之間。原告僅為業務中介，無權單獨向黃有龍主張巨額利息，同時判令原告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用。蔡一鳳表示將提起上訴。那這個訴訟費恐怕也不是一筆小數，2度周轉借貸豪賭，輸光6000萬港澳元。黃有龍此次賭債糾紛需要從2015年初說起，彼時黃有龍兼具多重公眾身份，為人熟知的是其為影視明星趙薇的配偶，名下配備私人飛機，常年往來海外從事投資與休閒活動。原告蔡一鳳的工作任務則是招攬高淨值客戶，協調賭場貴賓博彩信貸，有點像那個疊碼仔，也就是專門攬客的，為客人吸籌碼，為客人融資，解決資金流動，是吧？那客人去一掷千金，那錢從哪兒來？这是問題。咱們很多人主要是沒去過賭場，不知道賭場怎麼玩，以為陳麻袋的背着錢去嗎？不是，得有人專門提供這樣的服務，把你在某些地方的錢弄到從另外一個地方再去賭場，在賭場變成籌碼，那當然就需要有人提供這樣的服務。那蔡一鳳就是提供這種服務的。2015年2月下旬，在蔡一鳳的安排下，黃有龍前往珀斯皇冠賭場參與賭博，並向蔡一鳳申請大額籌碼信貸。因黃有龍當時已在多家賭場背負存量賭債，也就是他好多賭場，就是澳大利亞的珀斯或者是其他賭場，這都欠債了，所以不好借錢。而皇冠集團內部風控拒絕直接向其發放大額信貸額度，不願意借錢給黃有龍，因為黃有龍已經在賭場已經風評不太好了，那麼就要求蔡一鳳尋找第三方承接這筆信貸業務的風險。港澳博彩中介行業龍頭泰安城博彩推廣有限公司由此進入該交易鏈條。判決書披露，該公司唯一股東為周啜華，那不就是洗米華嗎？不是現在正在蹬縫紉機嗎？蔡一鳳母親林女士、表哥施先生均為泰安城的投資方。這麼看，這個蔡一鳳的背景也不簡單，是泰安城的投資方。泰安城的股東是
西米華應該是這個人。對了，下面介紹了蔡鳳，還被傳言是周卓華，這周卓華彼時泰安城实控人，綽號為西米華的表親。不過判決書顯示，二人並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依托蔡鳳的人脈、紐帶等特殊資源，一項精心設計的內部賭場安排隨即落地，用以規避皇冠直接放貸的風險。也就是說，有人擔保，也就是我理解的，就是这個皇冠作為賭場，他放貸，他是專門提供這種信貸的放貸，但是泰安城恐怕是做擔保人了，給黃永龍借貸。那蔡鳳那就是掮客是吧？就這種爹媽仔拉皮條的。根據判決書，相關放貸安排是泰安城出面從皇冠獲取總額4000萬澳元的籌碼，並轉交給黃永龍、林思二人作為擔保方，也就是泰安城的投資人蔡鳳的媽媽還表哥作為擔保方，免責向泰安城償還款項，再由二人通過原告向黄永龍追索，這是擔保加擔保。值得注意的是，皇冠不向泰安城收取任何利息，泰安城也不从林思二人计息，相當於搭建了一條零成本資金通道。你看看這個皇冠這邊是專門提供資金的賭博資金，人家專門幹這個的業務，他這是人家是持牌的，有牌照的，專門提供資金。好，泰安城是專門給黄永龍做叫背書的，錢借給泰安城，泰安城把这錢給林思這兩個人，林思把這錢給黃永龍換成籌碼啊，給黃永龍，那整個鏈條都不收任何利息，那不就是相當於免費的一個資金通道就達成了嗎？而且沒成本，零成本資金通道，這不感覺像洗錢呢？2015年2月25日，黃永龍飛抵珀斯，攜4000萬澳元籌碼入場，僅2天時間，這筆巨額籌碼便輸個精光。黃永龍旋即要求追加信貸，於是蔡鳳和林思二人再度運作，那就是駕輕就熟了嘛，還按照這個路徑，利用林思應得的賭場中介佣金進行抵銷，使黃永龍再度獲得2000萬澳元的籌碼。那這裡面就有林思他們佣金在裡面抵押，做抵押了，來給黃永龍提供2000萬澳元的籌碼，這一共就是6000万澳元。戲劇的是，這2000萬澳元同樣在短短幾天內很快就輸光，至此黃永龍6天之內便輸光6000萬澳元，也就是2.83億人民幣，小3個億吧。蔡鳳稱，其與黃永龍就上述2筆信貸達成了口頭協議，第一筆4000萬澳元需在3個月內按1澳元兌6.3港元的匯率還款，第二筆2000萬澳元需在1個月內還款，若逾期則需支付年息24%的利息。這是口頭約定。蔡鳳的6000萬澳元徹底輸光，疊加中介服務費及利息，折合成港元計算，涉案金額已有數億港元。不過黃永龍否認其與原告個人存在口頭協議，也就是黃永龍對這個資金鏈條、對這個資金用途、去向、賭博、輸掉這些沒有異議。他有異議的，他反對的是資金存在什麼逾期會給罰息、給利息、給佣金，這些沒有，這是黃永龍他否認。文章說轉賬、支票、香港豪宅抵債連環安排，那就是黃永龍把這個將近3個億的錢輸掉之後怎麼辦？他怎麼還？那邊皇冠那邊你要還款，實際上是要還給泰安城，皇冠那邊的錢泰安城還。所以說你看他這麼鏈條就這樣的嗎？所以黃永龍要還錢，實際上要還林思這兩個人的錢。賭資全額虧損後，黃永龍啟動多渠道分期清償流程。判決書完整還原了2015年至2019年間多筆資金交付、擔保、房產抵債細節。那黃永龍就拿他在香港還有不知道哪兒的錢挪到那兒去還款。各類履約憑證、支票、房產買賣協議均作為庭審核心證據，就是在這個4年間，黃永龍逐筆在還這個錢。2015年3月25日至7月2日期間，黃永龍及其實控企業叫智龍環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分多筆向蔡鳳及其全資企業一個香港的公司累計支付1.43億港幣。黃永龍還通過私人助理開出3張面值各6000萬港元的支票，合計1.8億港元，於2015年6月28日交付原告，
作為2筆博彩信貸債務的履約擔保。這是黃永龍說的，他開了3張支票，這3張支票每張都是6000萬，這6000万港幣加一起不就1.8億港幣了嗎？拿這個做擔保，支票放你那兒，這是個擔保。大家也玩過的应該知道，支票如果你要人家拿去一入，你這邊銀行你的账上必須有6000萬，有1.8億，如果沒有1.8億，那你要罰款的，你知道吧？這個因為要從銀行提款呢，支票就這樣的，所以它是一個履約保證，說保證我到期我会給你這麼多錢，你把支票還給我，或者是你把支票入進去，我保證我這賬上有錢，如果賬上沒錢，銀行會罰我，這支票就這樣的。但是2015年7月28日，蔡一鳳把這個支票，這本來这個擔保支票，蔡一鳳在支票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作為收款方，希望拿着銀行去兌付，結果銀行直接予以拒付，那說明要麼就是沒錢，要麼就是這個支票有問題。資金兌付受阻後雙方商議以香港富豪海灣的房產折價抵償部分欠款，該房產登記在黃有龍友人李女士名下，就是他一個朋友李女士名下，市場估值7000萬港元，雙方約定以其中650萬港元沖抵賭債差額。2015年8月10日，蔡一鳳與其弟弟作為買方，李女士作為賣方簽署房產買賣協議。當日，黃有龍向蔡一鳳支付了1000萬港元，以供蔡一鳳繳納購房保證金。蔡一鳳隨後搬進了富豪海灣，並開始對其進行裝修。但黃有龍遲遲未補足剩餘購房尾款，因賣方李女士威脅終止交易，蔡一鳳自行出資結清全部房款。該物業直至2017年9月15日才正式完成產權過戶，這個有點費解，不太好理解了。黃有龍是拿這個富豪海灣的房產作價6500萬，市值7000萬，作價6500萬給蔡女士頂賬的。那既然把這個給蔡女士頂賬，那怎麼蔡女士還要掏錢去買？那很有可能就是走賬了。那他不買，他賬面上他沒有走賬，他沒辦法去過戶，去房管局要過戶。那形式上要走一個賬轉一圈，蔡女士拿錢從那個李女士把錢給他，李女士就跟他一起去過戶，這個房本就成了蔡女士了。好，但是這個錢那不就变成蔡女士買房了嗎？所以說這個錢還必須要黃有龍來付，黃有龍把錢給蔡女士，蔡女士把錢給李女士過一下賬，但是黃有龍沒這個錢過賬，這意思。李女士那就說你既然沒錢過這個賬，那我就不配合你去過戶。要求他搬出去，把蔡女士已經搬進去了，還裝修了。你说，所以这裡面多亂了。那個李女士到底什麼人？你只不過是黃有龍的一個叫白手套是吧？這個是一個代持，有你什麼事？所以這裡面關係很複雜。這個就說明很有可能就是洗錢了。那個錢洗到李女士那兒，李女士說不定把這錢就洗到法國去了，變成一個什麼酒莊買那些資產去了。所以這些東西非常複雜。按理來說，那你這個房子只是給蔡女士抵押的，對不對？相當於給他頂賬的，那你隨便搞個錢走個賬，或者是雙方簽個協議不就完了嗎？好，最後還是蔡一鳳自行出資結清全部房款，這房子才過戶到蔡一鳳手上，那也就是蔡一鳳出錢買了房子，是這個意思啊。鑑於黃有龍持續違約，大約在2015年底，泰安城实控人周卓華正式介入這場債務糾紛，西米華登場。現在這位在某個監獄裡面蹬縫紉機的西米華出來了，成為推動全款結清的關鍵節點。由於周卓華的介入，2016年2月2日至2019年11月11日期間，黃有龍直接向泰安城還款約2.73億港元。這個不是周卓華本領大，我個人認為不是周卓華面子大，說他是黑社會怎麼着的，黃有龍怕他必須給錢。我懷疑是西米華這個人，他這個資金通道能力強，他能把你的某些在印度的錢出不來的，人家給你整出來。2019年9月17日，泰安城簽署解除契約，確認6000萬澳元全部博彩信貸債務清償完畢，黃有龍就此免除對應還款責任，黃有龍錢就還完了。這個我們簡單的說，那就是黃有龍在印度的資產少了一塊。他在外面這個波斯那個賭場，那錢多了一塊。這個21世紀經濟報道說啊，黃有龍的債主究竟是誰？到底誰借錢給黃有龍的？怎麼給這蔡女士跑來告一狀呢？
據判決書說，本案的核心爭議在於黃遠龍存在博彩信貸合同關係的主體究竟是蔡一鳳還是泰安城，也就是你黃遠龍到底跟誰借的錢？蔡一鳳主張自己以個人身份與黃遠龍達成了2份口頭貸款協議，約定逾期24%的年息，即便黃遠龍已向泰安城結清本金，利息債權獨立存在，理應另行賠付。蔡一鳳認為，不管是以他個人名義，還是以他作為林司2人隱名代理人的名義，也他媽林女士，還有一個他表哥司先生，這個都是泰安城的投資方。蔡女士她認為他是他們的在前面跑的馬仔，他都有權單獨向黃遠龍追索逾期利息。那轉賬3張拒付支票、豪宅抵債記錄均可佐證雙方存在直接債權債務關係。黃遠龍進行了抗辯，承認其在原告安排下赴澳賭博並獲6000萬澳元信貸。你看，賭博這個事情是坐實的，但堅稱這些博彩信貸是由泰安城提供的。蔡一鳳僅承擔客戶引薦、協調中介職能，從未自行出資提供賭資，不承擔信貸壞賬風險，也就是錢不是他出的，他也不用還，他只是介紹，他不承擔任何風險。黄遠龍還稱，在整個交易鏈條中，皇冠對泰安城免息，泰安城对林司2人免息，各方從未約定單獨向中介支付高額罰息。自債務產生後，他所有的正式還債對接對象均為泰安城，調解對賬流程由周卓華主導，林司2人從未單獨向其催收欠款。对於向蔡一鳳轉賬的1.43億港元，黃遠龍解釋是應蔡一鳳請求，由他代為轉交泰安城償債，也就是他代償，並非直接向他償還個人債務。對於開出的3張支票，黃遠龍稱用途是交給泰安城作為擔保，蔡一鳳違背約定，擅自填寫他的姓名，並企圖兌付。對於富豪海灣的房產，黃遠龍聲明500萬港元的差額為無償贈與新婚紅包，不屬於債務抵扣。那就是你看他們富豪這個結婚隨禮500萬，這是新婚紅包。此外，黃遠龍的代理律師補充證據說2019年7月下旬，司作為泰安城提供博彩信貸的代理人，曾與黃遠龍通話，明確表示案涉債務歸屬泰安城或皇冠，與蔡一鳳無關。經審理，香港高院法官得出3項結論：第一是泰安城向黃遠龍提供了6000萬澳元的博彩信貸，合同交易關係存在於泰安城與黃遠龍之間；第二，蔡一鳳並未以個人身份與黃遠龍訂立其聲稱的2份口頭信貸協議，所謂協議並不存在；第三，黃遠龍從未同意向蔡一鳳支付逾期利息，蔡一鳳無權收取。基於以上認定，法院駁回蔡一鳳對黃遠龍及其公司智龍環球的全部訴訟請求。對於3張早已過期多年的支票，法官認為無需再給予任何宣告性或禁令性的救濟，同時宣布由蔡一鳳承擔被告全部庭審開支，黃遠龍智龍環球的庭審的開支還由蔡一鳳來承擔。最後說，記者注意到，從境外賭場貴賓大額博彩信貸情況來看，依托持牌中介機構開展多層級資金流轉的情況時有發生。把洗錢寫得這麼清新脫俗也是不容易，依靠人情紐帶維繫，僅口頭約定卻未簽署完備書面債權協議的灰色操作模式，極易滋生類似本案的2次糾紛，相關追索債權訴求將難以獲得法庭支持。這就是21世紀經濟報道的，還有第一財經、中國證券報，很多媒體都在報道這件事情。實際上這個事情是發生在2015年，那就說明過去十多年前一樁舊案是吧？10多年前網上在傳言說趙薇的老公黃遠龍賭博，那當時都是闢謠，都是堅決否認，造謠，還要給人發律師函，要起訴人家。現在你看這法院審判大白如天下，黃遠龍和趙薇2個人差點控股了咱們胡氏的一家上市公司，叫萬家文化，人家就是這麼玩，空手套白狼。
套了之後，对吧？你想一想，差點成功了，但是很多人反对，很多人舉報，有關部門才去查，一穿透下去，所謂他們的出资全是貸款，全是不知道從哪兒整来的貸款去，就最後收购大股東手上的这個股份，變成控股玩家文化。你說一個賭徒控制一家上市公司要幹啥？那狠狠的割韭菜，割完之後，最後变成海外某個賭場的籌碼。當然無所謂了，因為都是賭場，在哪個賭場賭都是一樣。所以說小韭菜在裡面的賭場賭輸了，這變成人家的籌碼，人家到這個海外大的賭場，就這麼個事嘛。所以說我們有很多小韭菜執迷不悟，非要參賭，把自己那窩囊費、血汗錢拿出來。這個黃有龍他無論是控制玩家文化還是賭博，反正都曝光了，而且他也沒得逞。但是有多少得逞了的？這叫張蘭定律，得逞了的他就洗白了。得逞了，對不对？他現在都是在控制上市公司，在運作，人家洗白了。没有得逞的，失敗的，成王敗寇，失敗的才被曝光，才發現原來他是空手套白狼，跑來割韭菜來了。有人說，那為什麼老提趙薇？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趙薇跟黃有龍夫妻關係還是存在的。那現在趙薇跟黃有龍離婚了，那這是還媒體報道過。那但是2015年他們還是夫妻，他們一起收購玩家文化的時候還是夫妻。而現在據說我的印象中，玩家文化好像還在打官司，也就為此趙薇还背上債務了，應該是這樣的。也就是好多人還在告他。這個怎麼說？作為牛馬，作為韭菜，我只能當個故事看一看，因為媒體報道在印度這樣的事情也很多。印度這些神通廣大的人士，他是本身也就是印度某個權貴婆羅門的一個白手套，甚至是印度某個邦的某個邦的貴族的一個司機，是吧？司機，你想一個司機就能在海外這麼揮霍，幾天揮霍個幾個億，首先就讓韭菜是瞠目結舌。那些人結個婚是吧？隨禮隨個500萬，你說那韭菜他能不累嗎？韭菜每天996是不是玩命掙錢？這錢去哪兒了呢？有人替你花了。這印度婆羅門這只是個小司機，這婆羅门那個司機，這網傳印度的司機都花錢這麼大手大腳，那你說那婆羅門花錢那不更是吧？更嚇人嗎？第二個，這個司機這是賭博嗎？怎麼看上去好像是在洗錢是吧？把印度的資產錢轉移到這個海外去了，這是一個秘密通道是吧？那有多少錢把印度的婆羅門通過這種方式給洗出去了呢？所以這個媒體的報道只不過是佐證了10幾年前各種傳聞，原來謠言恰恰是遙遙領先的預言了。希望蔡女士她還官司輸了，她還上訴，那麼在上訴的時候能爆一些猛料出來。我們再看看今天滬市走勢，這滬市走勢今天簡直了，相當的穩健。截至收盤，上證指數那是只跌了2.4个点，0.06%，那這絕對的是這個叫震盪。今天全天它是在震盪。深圳成指微跌1.16%，北證指數微跌3.25%，這個成交量3.1萬億，比上個交易日少了1000億，顯示籌碼鎖定性良好。就這麼震盪，很多金融消費者他並沒有被震下去，堅定了持股的信念和信心。那今天雖然是震盪，依然有1876家是上漲的，為廣大的金融消費者帶來了財富效應。當然主力排了更多的這個股票倒車接人，有3541只股票回來接人了，這凸顯主力這種不落下一個是吧？要讓每個人都要賺錢，這種樸素的理念。雖然很多金融消費者今天一看賬戶縮水了，但是一看黃有龍6天輸掉3個億，所以一下覺得自己你那點損失算什麼？你學着點，有點志氣好不好？別自己賠個12800的就在那兒垂頭喪氣的是吧？你看人家一擲千金，什麼叫一擲千金？一天輸5000萬，沒毛病，小事，玩得起。所以說這個廣大的金融消費者，你在紅綠市場要學一學黃有龍大哥這叫底氣，這叫氣場。人家前2天輸了4000萬澳元，後面馬上接着借。我告訴你，他是借不着了。他如果能借着，他1個億澳元也可以，絕對會在那兒幹下去。所以這個說明這個咱們的金融消費者要學一學黃有龍，加倉不要怕，哪裡跌倒哪裡爬起來。反觀日韓股市，那簡直就讓人笑話了。這日韓股市，你看日經225 7月6號指數跌了0.01%，
雖然他跟咱們學，這完全是跟着咱們，因為現在咱們是股市是定海神針，全球資本市場風向標，所以這個日經225，他一看咱們滬指跌了2.4個點，2.4點，跌了0.06%，它也跌個0.01%，当然它就完全是在复制咱们的走勢，但是沒有辦法，你能學得了皮毛，你學不了精髓，這一點我們必須指出。你天天照着我們這畫，你等到我們收盤了，你再畫一個 K 線沒有用。我們這個是高質量的震盪，而日經225它是屬於低質量的橫盤。這是希望大家要仔細辨別。那韓國指數那就更加糟糕了，這韓國的指數暴跌0.46%，收8051點，看樣子8000點是保不住了。很快这個海力士也跌了3.4%，暴跌，可以說是血流成河啊。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咱們的市場，你說這日韓股市不知道飄哪兒去了。所以有我們這樣的資本市場锚定壓艙石，所以說日韓股市它終於找到了方向，不至於上下亂竄。所以說日本、韓國的這些投資者啊，要學會很感激，不懂感恩。那這個司機到底洗了多少錢出去了？一個手套就能這麼肆無忌憚？蟑螂定律，根據蟑螂定律，那有多少手套？那手套的這麼猖狂，那主子那就不敢想象。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